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5月6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，关于恒大呀，这今天又有一个消息，就是恒大的打工皇帝的恒大的2号人物叫夏海军呐，他名下的一套房子被法拍。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发布预告，原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、总裁夏海军名下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清风南街11号2501房一个复式单元房产，将于2020年6月1日进行司法拍卖，起拍价为4943.85万元。那这个房子肯定是个高端的房产，该房产位于珠江新城核心高端社区管悦增府，建筑面积428平方米，评估价7062万元，按评估价7折起拍，折合单价11.5万元每平米。截至2026年2月，该房产尚欠物业费10万08千，相当于这个房价来说，这点物业费不算什么。信息显示，2023年该小区二手房成交单价25万元每平米，2025年成交4套平层单价在14.33万至20.85万元每平米之间，也就是25年它的房价还是很贵的，有14万一平米，也有20万一平米，当然那是大平层。夏海军这个房子这个复式，现在起拍价11.5万元一平米，不知道拍的怎么样，这就是所谓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夏海军本人已经远走他乡，剃头跑路，但是你国内的这些资产，那只能对吧，任人叫处分处置来还债。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夏海军他现在躲在海外，有人说躲在美国是吧，有人说他在加拿大，反正不管在哪儿，他一辈子也不消停，很难说能够这个风平浪静的度过。关键是像夏海军这样的人恐怕还不止一个，也就是在过去房地产烈火喷油的时候，有多少夏海军这样的人。现在房地产泡沫一破，多少人原形毕露，走投无路是吧？成也房地产，败也房地产，成也杠杆，败也杠杆。实际上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也在发生。不要老看这些首富，这些什么总裁、打工皇帝，实际上我们每个普通人，每一个码农也在上演这样的故事。不过你只是一套房或者2套房身陷囹圄，他们只是房子多而已，他们是玩房子的，造房子的，牵连的更深而已。实际上破产跟咱们牛马买了房子失业，按揭贷款还不上，是底层逻辑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一个盘子大，咱们小家小户的1套房2套房。所以5.1由于各个地方政府就憋着5.1出台了很多政策，救楼市，10几个城市尤其是深圳节前放了个大招。所以说5.1从喉舌央视还有媒体报道来看，5.1那是非常火爆，多地5.1楼市升温，5.1小长假对吧，说多地密集加码，楼市新政。上海楼市持续火热，上海4月二手房成交量创10年同期新高，这个是 CCTV 的报道。广州5.1楼市日均认购量634套，这是羊城晚报的报道。南方日报报道说，广州5.1看房挤爆了，又是爆了。这个北京发布说北京楼市升温，又是北京也在升温。深圳特区报报道说，深圳楼市热度攀升，新政叠加小长假带动深圳楼市热度攀升，商品房6天网签量同比增长 62.5%。 深圳新闻网报道，深圳5.1楼市成交大幅回暖。凤凰网报道说，楼市热度最高的假期之一，5.1期间武汉新房销售面积翻倍。最后经济日报来了个总结，经济日报说，各地因城施策，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，进一步巩固房地产稳的态势。近期房地产市场有一定的回暖迹象，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，包括各地因城施策，持续调整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，效果逐步显现。宏观经济亮点分成，给房地产市场发展注入动力。市场一直处在调整周期，居民观望情绪浓厚，积累了较长时间的需求在近期集中释放。
媒体对5.1楼市集中的一个报道，总之火爆了。不光是媒体，这专家又出来抬轿子。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冠元老师说，深圳楼市爆发，热点城市拐点出现。马冠元老师认为拐点又出现了。实际上，我一直说你把去年这个时候的媒体、报纸或者是网上新闻拿出来看看，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把时间改了一下，用的词都一样，讲的故事也一样，只是把一些楼盘的名字给改了。前年也一样，这个时候媒体说的都是一样的话，专家说的也一样。马冠元老师说，他就认为从数据上看，我们的房价见底了，不光是1线城市，连2线、3线城市也见底了。拐点一线，至于哪些楼市能起来，那就不一定了。你比如说1线城市，那房价也可能就稳住之后还起来反弹微型，但是有的2线、3线或者4线城市，它可能就起不来，但是它稳住了，也就不跌了。这马冠元老师又得出一个新的结论。他这个结论什么意思呢？他前面铺垫了好多数据，他这个视频也挺长的。马冠元老师他的观点，他说房地产有没有见底？房地产从3月份以来这个热度有没有持续？告诫那些看空的人，你们还是要看数据。很多人认为3月份以来的这种热度，整个价格会往上走，反弹的本身仅仅是昙花一现。马冠元老师他就告诫这些看空的，他说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带着情绪，要面对现实，面对事实，要拿数据来说话。他说房地产市场目前究竟有没有见底，最主要的方法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，看数据，看市场的热度。他就说了，比如说4月底的时候，深圳放松了限购，这次深圳放松限购主要是放松跟过去不同，也就说了深圳的这个楼市什么一个情况。所以5.1期间深圳市场热度超过很多人的想象，很多中介加班加点正在干。那大家可以说看看整个的成交情况怎么样。马冠元老师他说，反正你看数据，说过去判断楼市我们讲风向标是什么？他说风向标是1线城市和热点城市，就是1线城市和热点城市的成交就是楼市的风向标，那就是稳住了，他们涨了就要涨，就这意思。他说什么？从4月份开始，4月份的数据，二手房上海二手房交易在3月份突破3万套的基础上，4月份达到了28,742套。他说这个数据创了10年来的新高，就讲这些数据。第二个，他说这个北京上个月在接近2万的基础上，4月份是7,893套，也就是他说北京、上海这些地方4月份成交量也不错，虽然比3月份少，他说了比3月份少是应该的，因为季节性因素就这样，4月比3月少，但是这个4月是最近5年4月份这个月里面最高的，就这意思。他就从他就得出一个，广州也是这样，那就他认为这个3月份数据热度基础上，4月份仍然延续了这么一个热度。他还说包括成都、南京、苏州、武汉、杭州整个热度都起来了。马冠元以此为基础，他说要讲以数据说话，说4月份很多这些城市创下多年以来的一个二手房交易的新高，说明整个市场的热度在维持。这些数字咱们也不用说纠结这些数字的真假，媒体说的到底多了少了，这个统计口径有没有变化，这些咱先不提。这马冠元老师讲数据的时候，他只讲一部分，他不讲整个的数据。数据你要打开看，你把合在一起什么意思啊？说今年整个的我跟马云2个人加在一起，我们收入增长了20%，这么一平均，我也是有钱人。那你说这有什么意义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毛关系？是不是这个逻辑？就是我这么一举例子，大家就明白了。这数据你要打开看，这个马云老师他今年收入涨了20%，他到我这我还跌了20%，我们俩加一起，总的收入还是涨的，我们俩人的平均收入也涨了，反正哪方面我都是涨了，但是到我看我自己的钱的时候少了。你把这些城市这些成交的数据摞了一大堆，说比3月份是少了一点，但是比前年的4月份又多了。他不说这个成交的房子有什么特点，今年成交的300万以下的房子占比更多。你要把这数据看一看，你就知道原来这些人买房是出于无奈，都逼到这份上，孩子要上学没有办法，虽然冒着这个房价要跌的风险，他也没办法，也强行上车，那怎么办？就买一套便宜的恐怕他攒了这几年的钱差不多也能够得着了，是吧？2023年这一套老破小值400万，现在2026年
它就值300万了，是不是这个逻辑啊？那就大家就能买得起了，或者能够得着。我攒一攒，孩子要上学，上车的门槛越来越低啊。现在成交的主力是200多万、300万的，这是在你想北京、上海200万、300万能买的什么房子？那都是被逼没办法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你是在刨韭菜根，这种量稍微多那么一点点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种量多了，反而说明后面消费就不行了，这勒紧裤腰带上车的。所以讲数据你又不讲全，你只讲说套数多了。咱们这几天分析的是不是北京、上海的套数增加了，但是成交面积增加的不多。咱们讲数据的时候经常分析是吧？为什么套数增长了7%，但是面积只增长了2%？那就说明它越卖越小。为什么越卖越小？这还不是说明问题吗？所以说这个经济学家这确实，你分析数据就要分析全，要不然你就会被这个表面现象所迷惑。当然他也说了，什么房价如果涨，那么1线城市、热点城市有可能会反弹，3线城市、什么2线城市很有可能是虽然房价也见底了，他认为1线、2线、3线都见底了，但是见底之后，那也只有1线城市或热点城市它会反弹。那么3线、2线城市或者是4线城市就大概率就这么着了，或者长时间内很难去反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库存比较高，就这么个。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跌不动了。马光远老师再一次说这个房子跌不动了。我相信明年他还会很激动的再把这番话再说一遍，只是把年份改一下，把里面具体的数字稍微改一下。还是这一套说辞。实际上我们看这些专家聊房地产的时候，他从来对收入这一块、对信心都是闭口不谈。什么韭菜收入怎么样？这就业怎么样呢？韭菜负债率怎么样？这韭菜还能背不动这个贷款？他根本不管这些，对吧？他只是就那些表面数字来讲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专家老是说不对的原因，对吧？他没有办法跟这个韭菜牛马感同身受。网易新闻叫态度岛，他转发了一个报道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负债。报道说他说2026年1季度居民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仅2967亿元，同比暴跌72%，创下2010年有统计以来历史最低值。中国约 1.2 亿居民存在不同程度的以贷养贷行为， 1.2 亿，这差不多有 8% 人，其中3800万为重度依赖者，平均负债额度在15万到30万之间，单月收入基本无法覆盖贷款利息，必须依赖新贷款来偿还旧债本息。2017年到2019年，网贷行业巅峰年成交额度超过 2.7 万亿，其中 62% 的资金用于以贷养贷，仅 38% 用于真实消费。到2025年，在国家严打下，网贷行业规模萎缩至3000亿量级，按以贷养贷占比 60% 测算，2020年到2025年，因以贷养贷链条断裂，每年减少的居民短期贷款规模超 2.4 万亿，直接对应了居民信贷数据持续下滑。这个数字说明什么？说明咱们多少人负债，有多少人是在以贷养贷。1.2 亿居民存在以贷养贷的行为，你说对吧？再叠加着人口在下降，新生儿出生率在下降，结婚在下降，你老说房子能稳住，怎么稳？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作者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当雪球不再滚下坡，卖地收入和老百姓借钱这件事到底怎么了？说的就是房地产，咱们土地财政是怎么运转的。这文章说，他说过去10几年中国经济里有一台运转的特别顺的三环机器，这三环环环相扣，3个环。哪3个环？老百姓贷款买房，开发商拿钱买地，政府收到卖地款，3个环节咬合的严丝合缝，雪球越滚越大，支撑了高速的城市化，也塑造了一套让人习以为常的增长模式。但最近有2个数字同时亮起了红灯，说明这台机器的核心齿轮已经不太转得动了，也就是齿轮咬不上了。第一个是1季度2个数字说明了很多问题。1季度第一个数字就是政府卖地收入，2020年6年1季度全国卖地收入5176亿元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24%。 照这个速度推算，全年大概能收到 2.1 万亿元，听上去好像也不少，
但要知道2021年高峰期这个数字是 8.7 万亿元，从将近9万亿缩水到2万亿，相当于回到了2015年之前的规模，也就是卖地收入急剧萎缩。卖地收入一缩，你想想，这政府的预算财政平衡就出了这极大的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公务员工资发不出来，政府欠的钱没法结清，应收账款，对吧？解决不了。第二个数字啊，是老百姓借的钱。2025年全年，全国居民部门新增贷款只有4417亿元，而2021年这个数字接近8万亿元，几年时间从8万亿缩水到4000多亿，绝对值掉了90%多。拆开来看更明显，短期消费贷和经营贷不仅没增，反而净偿还8351亿元。很多人正在主动提前还债，房贷虽然还有 1.28 万亿元增长，但其中大头是几年前批下来的老贷款在慢慢放款，真正因为新买房产生的贷款比例已经不高。两个数字放在一起，一边就是你看政府卖地收入，对吧？从9万亿降到2万亿，一边是老百姓贷款，从最高的时候8万亿到现在只有4000亿，也少了7万多亿。把这两个数字你拿到一起，发现原来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实：过去靠借钱买房、卖房买地撑起来的那套循环，正在从根子上发生变化。虽然链条的第一环松了，老百姓借钱买房的节奏降下来，房子没那么好卖了，很多民营房企自己也有债务压力，拿地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，但土地市场并没有因此停摆，因为买家换人了，从民营开发商换成了地方城投公司。数据很能说明问题。2024年，城投公司在整个土地招拍挂市场拿地占了大约 64%， 在3、4线城市更高，到了 80%。 这些城投公司出手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盖房子，而是为了拖底，不让地价和成交量滑得太明显。于是一个表面维持实则变形的情况出现了，土地还在卖，钱也进了账本，但买走的地并没有变成公地。到2025年，城投公司手里攥着没开工的土地，面积已经超过 3.6 亿平方米，大量地块以底价成交，然后就放着，这相当于一部分卖地收入不是市场真实需求撑起来的，而是地方政府下面的平台公司自己接盘，钱从左边口袋倒到右边口袋，账面上好看了，但背后的资金很多是借来的，实际上就是城投公司把这地一买之后，再把地押给银行，从银行再把贷款贷出来，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把地卖给银行了，这样拿钱来发工资啊。但是这些地银行或者城投公司拿着这地他也不开发，开发卖给谁？那么像这种借钱买自己的东西，这个模式能撑多久呢？城投公司买地的钱从哪里来？一部分是银行贷款，一部分是地政府的专项债，等于说为了维持卖地收入账面规模，平台公司借了一大笔钱，把地从政府手里买过来，变成自己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。如果地能盖成房子卖掉，回笼资金问题不大。如果长时间闲置不能变成现金，那借的钱早晚要还，压力也就慢慢积累起来。卖地这件事本身就有点寅吃卯粮，要理解当下的困境，还得看卖地收入本身的性质。普通税收是每年一次，今年经济活动多就多收，少就少收。卖地不一样，它是一次性把未来几十年的地租全收了，好处是钱来的特别猛，能集中干大事，修地铁、修新区、铺基础设施，但代价也很明显，这本质上是把未来的钱提前花掉。这套预支模式在城市化跑得快，房价往上走，大家对未来收入有信心的时候，是个超级加速器。当这些条件开始变化，人口增长放缓，城市化不用那么快了，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调整了，这套模式的透支的边界就慢慢露出来了。对比一下就更清楚了，2026年卖地规模退到了2015年左右的水平，但2015年的时候，老百姓的负债水平还相对不高，还有加杠杆的空间。现在过了10多年，大家的债务水平和当年已经不一样了，再想靠大规模撬动居民贷款来重启这个循环，空间已经小了很多。所以说
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无解。卖地已经缩减到2015年了，房价实际上也跌到2015年，就很多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跌到了2015年，但是老百姓回不到2015年了，因为老百姓的负债是越来越多，跟2015年相比，没买房子的人也越来越少，缺房子的人也相应的减少，也反过来说，就是想买房的人减少，买得动房子的人也在减少。说到房地产，咱们还要聊一下胡一静老师。这胡一静老师最近他也开始聊房地产了，他也学马国元老师开始罗列这些数字。这胡一静老师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很久不看电影了，但是这个假期看了穿普拉达的女王2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他拍得很好，很打动我。剧中时尚杂志的衰落是全球传统媒体深陷困境的缩影，主人公奋斗和挣扎令我非常共情共鸣。然后胡一静老师话锋一转，他说今年5·1电影票房有所回暖，超去年同期是好消息。实际上他是只超了1%，很少。这个电影票房好像是比去年多了一点点，这个多了一点点是靠什么换的？一个是平均票价降了，第二个是场次增加了很多。就在这种努力下，而且这个新上映的片子18部，这个可以说是历史上什么5·1假期最多的。就这样的情况下，今年的这个票房跟去年相比就多了一点点1%，大概这意思。胡一静老师说超去年同期是好消息，实际上人均消费降了。他说只想祝福今天的年轻人，在我们经历了许多传统行业的衰落后，他们会迎来新兴行业的破解并崛起。人类终究要不断往前走，新技术会刷新世界的面貌，催生新的繁荣浪潮。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，我带小朋友，就带他，应该是他的外甥女去吃一家每位98元的自助餐。人太多，等位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，但小朋友非要吃自助餐，只好换了一家，一位80元，结果又是拿号排队，没处换了，等位半个小时，总算吃上了。2点时，我看了门口一眼，还排着一些人。大众消费还是有潜力的。这胡一静老师就犯了搞宣传人的什么通病，跑到高铁火车上问你买到票了吗？你今天票好买吗？不是一个道理吗？你跑到最火的自助餐那儿排队，说这个消费真好真火，是一个逻辑。这就是搞宣传的人容易犯这毛病了。所以他得出个结论，他说大众消费还是有潜力的，需要更多受欢迎的产品不断激活它们，放大它们。旧的不会去，新的不来，都别灰心，我们必须往前走。今天看到消息，上海4月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28,742套，创近10年同期新高。4月11日单日成交达到1632套，创近5年最高。高盛近日发布报告称，上海和深圳2个城市房地产市场或将在今年年底触底，这是很好的消息。影院不会空下来，没有电影院的青春会很遗憾，不去电影院的恋爱更不叫恋爱。大众需要好的片子。战役魔们，还有老胡叫不出名字的新生代导演们，你们别让大家失望。这个胡一静老师有那么一点点何不是肉糜的意思，自己拿着2万多的退休金在这儿悠悠哉的，有的又有时间又有钱。这胡一静老师现在就是潘驴邓小闲，已经至少占了2样，钱和时间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北京的码农写的他们家还房贷的账单，这个北京码农夫妻俩，标题叫月供5034元，2个程序员的真实房贷账单，看完你再也不敢乱买房。他说每月还完款，我总习惯性看下个月的房贷，我2240元，老公2794元，合计5034元，每月递减9元。盯着这个数字，我突然有点恍惚。我和老公都是程序员，大家口中工资还行，实际很一般的那群人。我在房价高点买了房，现在房贷账单，我的房子还剩9.34万，
等额本金，利率 2.1%， 45期，月供2240元。老公的还剩 39.78 万元，等额本金，利息 3%， 221期，月供2794元。每月雷打不动5034元从工资里划走，好在每月少还9块，但聊胜于无。也这夫妻俩人一人买一套，说实话这个数字多不多？跟那些月供上万的人比可能不算多，但你说要少那也是真不少。他说我跟老公算过一笔账，剩下的45期里我的房贷还要还10万多一点，老公那套还要还18年零5个月，光利息就得再还不少钱。2个程序员2套房，18年的还款路，想想都觉得漫长。他说很多人觉得程序员挣钱容易，其实真不是这样。这2年 AI 发展太快了，连写代码都能帮我们搞定一大半，每天都能在其他群里看到有被裁员的，还有找很久没找到工作的。我跟老公经常讨论，如果哪天我们也被优化了，这5034元的月供怎么办？有时候看着那些背着高额房贷的年轻人，我特别想拉住他们说一句，买房一定要量力而行呐。我有一个特别朴素的经验，月供绝对不能超过家庭月收入的 20%， 如果能压到 15% 甚至 10% 以下，那是最好的。为什么是 20% 呢？因为生活处处都是花钱的地方，吃饭、交通、水电、煤气、物业费，哪样不要钱？更别说以后可能还要养娃、养老，应对突发情况。作者说，如果月供占了大头，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划走一大半，那种日子真的太紧绷了。这几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大环境在变， AI 起来以后，很多行业的逻辑都在被改写。互联网行业首当其冲，今天还在项目组，明天可能就解散了，今天还是紧缺的岗位，明天可能就不需要了。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被替代，所以我和老公现在努力存钱，每个月工资到账，先把房贷扣掉，剩下的雷打不动存下一半以上，就是每个月收入一半存银行。能不买的尽量不买，能省的就省一点，不是抠门，是真的不敢乱花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，程序员最大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代码写的有多好，而是来自账户里的存款够不够撑过没有工作的日子。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把自己绑死的。量力而行，留足后路比什么都重要，别让房贷把人生压得太沉。现在想明白了，实际上他还没想明白，他俩存钱不如把她老公按揭贷款提前还，因为她老公按揭贷款时间长，18年，18年里面还有好多是利息，他自己本人呢还有几年，他几年里面利息都已经还完了，后面还的都是本金，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？他反正银行特会算，银行人家在前几年把你的利息全部赚完了，后面还的都是本金，利息非常少。那本人的贷款已经很少了，他们夫妻俩把那存在银行的钱不要存那么多，你存银行才1点几的利息，她老公那个利息是3%，按揭贷款 3% 的利息，她应该再去算一下，提前把她老公的给还掉，否则你真的是在给银行打工，你自己拼命的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，你是在给银行打工。你现在她老公每个月2700的贷款，至少1700是利息，所以也就是他们自己还没整明白，还在闷头给银行做牛马。他每个月把一半的工资存银行，你得到银行的利息就是1点几，但是她老公还按揭贷款的利息是3%，这是图啥？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